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两天真好天，也毋过明仔暗阁要变天咯。明仔载暗时到拜四，阁有黄霜雨的方面，加上西南风真强，全台湾阁转为无稳定的天气，尤其是西半部甲东北部要注意大雨。另外，今仔日透早6:31，台湾东部海峡发生规模5.2的地震，上大震度伫咧宜兰4级，在迄个加载无在前。天棚顶悬的水晶灯摇来摇去。透早6:31，台湾东部海域发生规模5.2的地震。不过，除了宜兰县南澳、武塔、苏澳4级之外，宜兰县宜兰市、花莲县和平3级，其他地区拢是2级到1级之间。天气这方面，台北街头即马较少人咧爬山，而且有日头出来啊。下晡台北地区可能会出现西北风，到拜二又搁要变天啊。明天的晚上开始到礼拜三这一段时间呢，是一个锋面南下的过程。那锋面南下的过程，整个西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呢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，而且可能有局部性的大雨这点请大家特别注意。雨会一直落到拜四，锋面刷到台湾南部，西南风减弱，到拜五锋面远离，才会变成是较稳定的天气。梅雨季天气多变化，大家一定要加减注意哦。